嗱，大家都知咧買樓可以按揭上車啦，但係你哋有冇諗過保單都可以貸款做槓桿呢？今日同大家貼地講下保費融資究竟係咩玩法。假設你手頭上有500萬，直接買層樓咧，當然要全數找清啦。但現實生活中咧，其實好多人會揀俾3成首期、7成按揭做上車。保費融資嘅原理咧，其實差唔多。你想買一份保額1000萬嘅保險，傳統嚟講咧，其實你可能要攞100萬出嚟交保費啦。但係透過銀行做融資，你只需要攞20%本金，其餘80%咧銀行就會借俾你喎。最正嘅係咩呢？一般嚟講，其實呢筆貸款嘅利息咧係會低過保單嘅派息率嘅。變相嚟講，你每個月坐喺度咧就已經有息差收啦。就好似樓市升嘅時候，你賺嘅就唔止係自己本金嘅部分，連銀行借出嚟嘅錢咧都會同你一齊滾存利差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世界上冇免費嘅午餐嘅，風險梗係有啦。主要嚟講咧就會利息嘅波動啦，或者提早退保可能會有嘅成本喎。不過只要計好數，規劃得宜咧，呢個工具咧可以用有限嘅資金槓桿達10倍嘅保障額㗎。想知道具體係點樣操作或者點樣控制風險，直接 DM 我啦，我會幫你計清楚條數。只要留低保險槓桿4個字，我會親自同你拆解點樣用2成力氣博到十足嘅保障。